我们再加点金粉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就这样，等干了就好了。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染指甲了。玉树呢？昨晚上没有看见他，今儿早上也没有看见他。我听说啊，他被云嫔娘娘叫走了。这可是件天大的好事儿，有娘娘提携，怎么也比我们在这儿干等着强啊。是好事儿吗？玉树啊，平时都跟婉嫔娘娘走得近，可是这次啊，是被云嫔娘娘带走的。你们也都知道，两位娘娘啊，一向都面和心不和的。如今这婉嫔娘娘又被打进了冷宫，莲儿，你觉得玉树去了会有好果子吃吗？你们那边接着呀。走了。恭送皇上，恭送皇上。怎么样啊？昨晚上瞧皇上瞧仔细了吗？这辈子不会忘了吧？说啊。我瞧仔细了。那本宫这么成全你，你不会再恩将仇报，想要取本宫而代之了吧？不会，娘娘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我不会。可是本宫不相信你的话，不如这样，你的绿头牌就留在本宫这儿，等你到了30岁，本宫再把它还给你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要跟敬事房说你身子不舒服，不适合搬家。娘娘，娘娘不要啊！娘娘，我知道错了。娘娘，不要。你很在乎那块绿头牌吗？也好，本宫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想要绿头牌，就把你的脸画花了。你选吧，是要绿头牌，还是要你的小脸蛋儿呢？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娘娘，娘娘开恩，娘娘参见云嫔娘娘。娘娘，这名秀女硬是要闯进来，奴婢拦也拦不住。你是什么人？找本宫有什么要紧事儿吗？回娘娘的话，奴婢是前西四所的莲儿，奴婢是来帮玉树求情的，求娘娘看在她刚刚入宫的份上，您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莲儿，这不关你的事，你快走吧。娘娘，你不要怪莲儿，你罚我绿头牌我不要了，请别责怪莲儿。真是姐妹情深呐！本宫若是不让你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还真是对不起你们了。来人呐，把他们2个关到内务府，没有本宫的吩咐，不许放出来。娘娘，都是我的错，您罚我，你饶了我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你饶了我们吧。你饶了莲儿吧。站住！娘娘。这是你自己弄的？这花样挺别致啊，皇上看了一定会喜欢的。本宫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你们要不要？要。过来。这个好看。你们看，莲儿和玉树多幸运啊，居然有机会帮云嫔娘娘做扣单。可不是，云嫔娘娘那么得宠，他们老往承前宫跑，这个漂亮啊，一定有机会跟皇上见面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喂，各位姐妹，你们都在这儿呢。怎么了？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啊？今天晚上果亲王要大婚了，皇上特许在宫楼上放烟花，咱们一起去看啊！好。
在发什么呆啊？他们啊，早就都出去看烟花了，我们也赶紧吧。哎，快点儿啊！走，我们走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了呀？今天啊，是王爷的大喜，我们……莲儿，之前你是从王爷府出来的，你该不会……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没有的。没有就好。我们现在啊，已经是宫里的人了，以后我们就是皇帝的女人，其他的男人，无论是王亲贵族还是贩夫走卒，都跟我们无关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会害了你自己，也会害了别人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是担心云嫔娘娘会不满意我们做的扣单而已，跟别的没有关系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是说好要去看烟花吗？快走吧，再去晚了就挤不进去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吧。走。一撒荣华富贵，二撒夫妻和睦，三撒早生贵子。新娘子，子孙饽饽。生了。祝王爷和福晋啊，百年好合，永结同心。打赏。奴婢们谢赏。做账。好热啊！王爷，妾身伺候王爷宽衣。不要，这里面太闷了，我出去走走。王爷，哎，王爷，新婚之夜不能出去啊！这屋子里太闷了。哎，王爷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我是来谢谢王爷的。谢我什么呀？我知道，乌阿玛犯了死罪。若非王爷肯娶我，沾了宗室的光，这次乌阿玛一定难逃此劫。他是我老师，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可是他的命，却是王爷用幸福换来的。还君明珠，双泪垂，恨不相识，
未嫁时，哪个姑娘还没有嫁人？就因为我把幸福给截断了，我真是个罪人。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！王爷，我虽然从来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，可是我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。每一次我阿玛抚摸我额娘遗物的时候，就像王爷你刚才抚摸那颗珠子一样，那般小心翼翼、温柔呵护。你要干什么？王爷，您这么对家父，佳佳实在感激不尽。佳佳过来，只是想跟您说一句话：我不会成为您的牵绊，我愿意一辈子留在王府，做个丫鬟，好好伺候王爷。至于王爷心里所爱的人，尽管可以娶进来，佳佳绝对没有半句怨言。不是每件事情都像你说的那么简单，有许多事情决定了，就没有还转的余地了。你就好好做你的福晋吧。如果我有什么怠慢的地方，你能理解，就已经是对我最大的回报了。我累了，我去书房睡。一定是你们在扣丹里下了毒，本宫的手才会变成这样。奴婢冤枉了，这一次做扣丹的每一片花瓣都是我和玉树精心采摘的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对呀，娘娘，而且你这些东西我们都自己试过，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差错呀。是啊，那本宫的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一定是你们记恨本宫，所以伺机报复。奴婢不敢，这一次做扣丹是娘娘您吩咐奴婢做的。如果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，那奴婢一定责无旁贷。奴婢哪有那么傻，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啊？还请娘娘明察。这么说，妄图谋害本宫的另有其人。娘娘，奴婢能看一下这些扣丹吗？这些扣丹的味道不对啊。按理说，扣丹制成之后放上几天，这个味道应该是越来越浓才对。可是这些扣丹的味道却是越来越淡。我记得曾经教我做扣丹的嬷嬷告诉过我，要想使这些扣丹的味道变淡，只有一种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断肠草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娘娘，你看，这是在玉树姑娘的枕头底下找到的。本宫倒是真想相信你们是无辜的，可现在人赃俱获，本宫也很为难呐。娘娘，这跟奴婢无关，这真的不关奴婢的事啊！娘娘，请听奴婢一言。好啊，本宫倒想听听，死到临头还想说些什么？这些扣丹是我们昨天晚上赶制的，后来我和玉树就去看烟花了。也许会有人趁这个时间进我们的房间做手脚。很有道理的狡辩。奴婢不是在狡辩，奴婢只是想说清事实。娘娘您想，倘若这件事真的是我和玉树所为，那也就罢了。万一不是呢？娘娘不是让凶手逍遥法外吗？
既中了别人借刀杀人之计，又给自己留下了后患，不是吗？大胆奴婢，竟然如此善变，本宫凭什么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啊？娘娘，你不妨随奴婢来看一下。娘娘，请看，我们平时做扣单会遗留下很多花粉，无法打扫。花粉通过地毯，很容易留下脚印，1、2、3，这些脚印大小不一，很明显是3个人的。除了我和玉树的，还有另外1个人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一定就是凶手留下来的。好狡猾的凶手！来人呐，把这里每个人的鞋都脱下来比一比。是。秀春姑姑叫你喂猫，您喂了没有啊？姑姑说过吗？当然说过，你忘了可就惨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呢去悄悄的把那猫抱过来，一会儿验完了脚印，就赶快把猫抱走。姑姑没看见猫，也就想不起来。等想起来的时候，你已经把猫喂好了。好，谢谢。哪里来的猫？想毁灭证据吗？娘娘，不是的，我是忘了给秀春姑姑喂猫，她受责罚。娘娘，我没有吩咐她喂猫。啊，是席香说的。我没说，我没有说过。你刚够了！娘娘，我没有说过呀。这个时候放猫，分明就是要破坏证据。不是的，娘娘。看来这凶手就是你了。奴婢没有。你把本宫的手变成什么样，公就把你的脸变成什么样。娘娘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娘娘，娘娘，我冤枉，真的不是我，娘娘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，娘娘，冤枉啊！怎么出汗了？你的脸。老天爷对本宫真是好啊！刚刚抓到了凶手，又多了一只苍蝇。想不到你的心思如此之深，本宫真是小看了你呀！娘娘，我好端端的，你掩饰相貌干什么？是不是想趁本宫不注意，冷不防的往皇上怀里钻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只要本宫在这里一时，你就永远没有这个机会。刚才那个秀女是不是凶手还有待考证，但是寇丹的确是经过你们2个的手带到乾清宫的。你们可以逃脱下毒的嫌疑，却逃脱不了受罚。来人呐，把这2个狐狸精带到新者库做苦力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不许放出来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带走！我们是冤枉的，娘娘。玉树，我们走，我们不要去新者库。娘娘，娘娘，我们不要去新者库。娘娘。现在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这个儿子呀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心思重了点儿。你现在是他妻子，应该常常开导他，让他心宽。是，臣妾遵命。老17，老17，你怎么了？
看起来气色好像不太好。昨晚没睡好。额娘，儿臣想出去逛一逛，你们先聊吧。逛逛。回额娘的话，昨儿个十七爷一直在说小时候的事，今儿一早就说想去小时候住的地方看看。您就高高手，让他去吧。好吧，那你早点回来，等你用膳。是。他对你好吗？好。对额娘也不说实话吗？男人对女人好不好，看眼神、看气色，都能看得出来的。本宫看你们俩一点都不好。额娘，我知道他是为了什么才娶你的，可这才刚开始，一定需要磨合的。古语有云：“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。”只要你用心，用你的真心去对他，我相信他的百炼钢一定会变成绕指柔的，明白吗？是，我知道了，额娘。参见王爷。姑姑请起。这是秀女们住的地方，王爷您……哦，福晋想请莲儿姑娘调制一瓶扣丹，本王正好进宫，就顺便过来了。莲儿已经去新者库了，王爷您不知道吗？新者库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两个就跟着他们在一起，一块儿学，一块儿做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哎，姑姑，哪儿来那么多废话？干活去。是。来，快。这又是喷香水，又是熨的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连这你都不知道？当然是皇上和主子们的手指了。啊，手指都这么讲究啊？哎呦，得花多少钱啊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两个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问问题的。快做事吧。几位姐姐，我们初来乍到，什么都不懂，以后你要多教教我们，我们会很努力的学的。要教可以，你看好了，先把纸拿这么高，然后把香水均匀的喷出去。你说什么呀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我给你们擦擦。喂，痛死了！哎呀，糟了，破了，怎么办呢？这可是御用的纸，要是糟蹋一张啊，就要罚做1万张。哎呀，来，你一张，你一张，姐妹们，我们走。玉树，这些人怎么这样啊？我们又没有得罪他们，这个世上哪里不是这样啊？完蛋了，我们有这么多纸要做，快做活吧，要不然晚上就睡不了觉了。来吧，别生气了，来吧。
么多呀，要做到什么时候啊？手都会做断了。哎呀，好啦，你就不要不开心。这样吧，我们一边唱歌一边来做，好不好啊？君思明月，我思无，无岁月盈空流露。君生父亲，我生母。公公，承蒙您对我们新者库的照顾。哎呦，这太多了，这也，您看这盖儿都扣不上了。多也是应该的。如果不是公公您罩着我们新者库，我们哪会有这么好的日子过呢？这宫里呀，就属您活得清醒，我是最愿意和您聊天的。这两个人是？他们是新来的，今天第一次上手。好苗子，好生伺候着，没准哪一天就是你的登天梯。是。走了。送公公。公公慢走。啊，那个公公走了。哦。你们两个初来乍到的，不用干这么多活了，歇着去吧。谢谢姑姑。各位姐姐，我们睡哪里啊？那谁知道呀？眼里知道呀。各位姐姐，我们睡哪里啊？新者库又不是什么别的地方，哪有地儿就睡哪儿呗。就这破地儿，怎么睡啊？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爱睡不睡。你们两个和姑姑相处的那么好，那你们去姑姑那儿蹭地儿睡呀？嗨，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！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凡事要忍3分。这个窗子明天有空我们再修一下。让，你总是让。你看看吧，让来让去，我们不还是来了新者库？好了好了，我们收拾一下睡觉吧。莲儿，出来一下。是。莲儿，你自己要小心啊。你们两个就在这里聊，要是惊动了别人，可跟我没关系。莲儿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听，你出去！你出去！你听我解释。你出去！出去！莲儿，我是有苦衷的。解释？苦衷？你把别人伤得那么深，你却用解释和苦衷来求得自己心安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。我不听！我不听！我不听！莲儿，我知道我伤了你的心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但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我的心就从来没有变过。你今天不听我解释，我明天再来；你明天不听我解释，我后天再来，直到你听我解释为止。你走啊！你走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是要天天进宫陪本宫吃饭的，可是天天不见人影儿。
老17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？额娘，他是……行了，你千万别再说他怀念小时候，要四处去逛逛，不通的。额娘知道，你是想护着他，可是，这总得有个谱啊！再这么下去的话，万一出了事儿可怎么办？说，他到底去哪儿了？臣妾不知。你呀你，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就这么由着他，你这样怎么能留住他的心呢？什么？额娘，怎么了？绵里，你去新者库了。我的傻儿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傻？这皇宫上下，无论是乾西4所也好，新者库也好，那可都是皇上的地方，皇上的人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，皇上已经对我们母子俩有所不满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万一出了什么乱子，让人家抓住把柄来治你，你让额娘怎么办？你是额娘唯一的儿子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能怎么做呢？我一醒来就想上那儿去，虽然有1000个、10000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动、不能去，可是我就是忍不住。额娘知道，你老师也知道，所以当初我们没有让你做那样的牺牲。可我儿子太仗义了，看不得别人过得不好，所以一切的苦都往自己肚子里咽。既然是已经到了这个份上，你就只有忍。如若不然，别说是你了，就连那个叫莲儿的，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。额娘久居深宫，虽然日夜以念佛度日，可是如果有人伤害本宫的儿子，本宫绝不罢休。必要的时候，本宫会让他以死来成全本宫的儿子。不要，额娘，你不要伤害他。那你就乖乖听话，不准再去了。哎，额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额娘求求你，好，我答应你。我可听说果亲王这一连几日都跑来找你。王爷问我一些事情。少来！如果真的只是有一些事情的话，干嘛一连几日都来啊？况且你又没有见王爷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莲儿，我最近看你老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，还是解开的好，我担心你啊。你不是说我们是皇上的女人吗？解不解开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这么说，可是我看得出来啊，你心里还是想知道的，不然你不会每天都望着那个门口，盼着他来。莲儿，这人生在世呢，高兴一天也是过，不高兴啊也是过，干嘛要为难自己啊？
表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个屋里本来就不暖和，还站在窗户边吹风。来，本宫要自己记住这痛这苦。本宫要把在这里所承受的一切，都还给云嫔那个贱人。表姐啊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把自己的身体弄坏了，对别人又没什么损失。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表姐，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，把那个莲儿和玉树弄到新者库去了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云嫔的手烂得可厉害了，听说啊，吓得宫女们都不敢去伺候了。皇上呢？皇上好像一直在养心殿忙正事，也很少照应哪个妃嫔。太好了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你到我这儿来。用得着这么麻烦吗？当然用得着，尤其是对待云嫔这种多疑的人，更要小心、小心再小心。我叫你再摔坏东西，我叫你再把事情办砸。这种人活在世上也没有什么用，打死算了。住手！来，起来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回小主的话，这个哑巴宫女平时做事总是做不好，要不给她点教训，奴婢们都会被她连累死的。她不能说话，理解的不对，做错事也情有可原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以后谁要是再欺负她，我就去禀告皇后娘娘，把你们一个个都拉到新者库去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我们呢，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了，好吗？小圣子，小圣子，在，看茶。好你个苏培盛啊，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朕的爱妃来了，你也不通报一声啊？皇上，您别怪罪苏公公，是云儿瞧皇上看书看得入迷，特意不让他打扰您的。云儿知道皇上很忙，可是云儿也是真的很思念皇上，所以特地准备了这些冰镇水果来给您换换口味。来，尝尝这个，很解暑的。爱妃有心了。爱妃，朕忽然想起养心殿还有事要处理，朕就不陪你了。小圣子起驾。皇上起驾。恭送皇上。都给本宫听好了，等本宫的手好了，看本宫怎么把皇上拉回本宫身边。本宫在这宫里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什么人？娘娘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。
为父母祈福，本来是件好事。可这桃木人可是宫里的大忌，弄不好是要满门抄斩的。娘娘饶命！娘娘饶命！这件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跟我妹妹没有关系，请娘娘放了她吧。妹妹？你们是姐妹？是。我妹妹，她是个哑巴，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亲人了，请娘娘放了她吧。本宫记得，你是这一届的秀女。是。抬起头来。真是我见犹怜呐。本宫知道你们姐妹情深，你这妹妹，本宫就先留下了。至于你，本宫另有打算。